你为何加入碎心谷啊？我说了，是因为吃不饱饭，吃不饱饭人就会死，我不想死。我不信，你这种人怎么会怕死啊？只能说，你看人不准。我啊，可怕螳螂，还怕下雨，怕闪电，怕打雷。折断的刀是无用的，不想凄惨的死去，就爬起来。雨天会杀人。你喝醉了，嫂嫂。我没醉。天渐亮了，该回去了，嫂嫂。再见。远超2个时辰，应该无误。杜宾，我在。殿下，这太冒险了，强行用内力延长药效，会出事的。殿下，我没事。大臣境内悬崖峭壁，能长满紫色月角花的毒月山，那也许就是碎心谷的老巢。殿下，您假扮二皇子，成为碎心谷暗线，果然成功调出了大禹。属下这就去探查。我也不喜欢下雨天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只是眼睛不一样，就被认定天生不祥，连他死了都没人关心。已经查到了，您的猜测是对的。毒月山确实有一处别院，与太子妃所描述的较常吻合。也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明日约尹国公到尹府后山进行行猎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是。不过殿下，您以身为饵，代价会不会太大？此计虽险，但收益可观。这一次，我就要试探尹国公究竟是否为碎心谷的幕后黑手。我要将碎心谷一网打尽。这一次过后，孤河碎心谷便攻守易位。今日姑正好有空，约了尹国公夫妇一起打猎。太子妃，我顺便带你看看你的父母。怎么，太子妃是太高兴了？车已经备好了，
走吧，太子妃。既然是要去拜见父母，那容我去换身衣服啊。不必了，你这一身挺好看的。那上门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我先回房间，给父母准备点礼物。有礼。杜宾，我在。前些天，孤刚好得了几块上好的端砚，那就带给尹国公，再去库房里面找些上好的翡翠珊瑚，给尹国公夫人做首饰。是。太子妃，你可还有其他的指示？没有。那我们出发。好。今日见父母，太子妃，你不高兴吗？人们都说近乡情怯，多日未见，突然相见，简直是忧思成疾。你吃了什么？妾有些晕，含了个梅子，殿下要尝尝吗？妾刚刚把河吐了，殿下还要继续吗？不必了。老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妃殿下。一家人不必多礼。丫头，爹爹好想你啊！在宫中过得还好吗？没有给太子殿下惹麻烦吧？没有。去后山。殿下，先更衣吧。行。将太子引到伏击地，万不可使他生疑，否则你们女儿身上的毒。瑶瑶，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会照办的，不要伤害我们的女儿。小杜统领，阿娘，阿娘，人前还是装装样子，免得家人看出来。别叫我娘，你不配！你们用毒控制我的瑶瑶，把我的瑶瑶害成这样。我们尹家绝不善罢甘休。尹南瑶，你有个好娘亲。阿娘，今日孤为太子妃立个大的。撤！撤！
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救我！瑶瑶！抓紧我，别松手！废话，我又不傻。殿下，殿下！燕国公，今日太子在你家列场遇袭，生死不明。我等誓死寻回殿下，严查此事。一旦有人与刺客牵连，立斩不饶。小杜统领放心，太子殿下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待太子殿下回銮，我尹家一定会给殿下一个交代。夏玄雅，搜救太子。是。阿娘，你给太子殿下交代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投靠殿下，铲除碎心谷，才能护住瑶瑶和尹家。这，老爷，您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我们已经多番忍让，可碎心谷却步步紧逼，豺狼天性。今日若不是太子妃，阿娘，若不是那个女刺客，瑶瑶就会命丧当场。就依夫人所言，待太子殿下平安无虞，我就将碎心谷威胁我们、杀手提价等事全部和盘托出。只是这样一来，那女刺客估计是小命难保了。天可怜见，跟瑶瑶一样的年纪，却整天刀光血影的，而且她还救了瑶瑶的性命。阿童，阿童是谁？春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没等到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再不起。我未曾落一笔，盘中是人般皆是谜，求得此生一命，缘起几花没事。先处理伤口吧。秋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到花开香满地，
雪落发梢，唱一曲泪往不及。别动，伤口会裂开。就会死，真血犯。看众生万般皆是谜，舍不得此生与你缘起情话意。三百一往情深，流过一身伤痕，难言一场爱的一花留恋，若为故人，几分足以让。